特別準備嘅禮物已經頒發嘅。金正恩同志親自送咗狙擊手步槍俾主要領導幹部同軍事指揮官，並且咁樣講嘅：同志們，過去5年一直忠於歷史性重任同本分。我對當時在場嘅警衛隊全體同志們所付出嘅特別辛勞，給予咗高度嘅評價。隨後，金正恩同志親自將一份份武器證書逐一地頒發俾咗在場嘅各位領導幹部。收到金正恩同志禮物嘅領導幹部摸住咗含住天大期望同信任嘅禮物武器，個個都抑制唔住內心嘅喜悅。金正恩同志當日同獲得狙擊手徽章嘅主要領導幹部一齊影嘅有意義嘅紀念相，大家都將佢深厚嘅信任同期望銘記嘅心，發誓要佢為國家同人民服務同守護嘅路上，絕對唔會有半點偏差或者脫軌，要以最忠誠嘅身份，活出最有價值嘅人生，發揚一心忠誠嘅誓言。